有冇諗過轉機唔淨止係等飛機呢？仲可以免費玩一個國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ody。今次我由香港出發，經土耳其轉到去墨西哥，搭土耳其航空，參加咗佢哋一日嘅免費團，一日之內行晒伊斯坦堡最經典嘅景點，仲包埋早餐同埋午餐添。呢條片將會同你哋講下點樣先可以參加呢一個團，同呢一個 tour 又有啲咩景點呢？ Hello， 我咧搭咗12個鐘機由香港咧嚟到土耳其啦。咁土耳其其實我只係轉機嘅啫。原來土耳其航空有為伊斯坦堡國際轉機嘅旅客提供免費 tour 㗎，我都係一日前先至發現。你冇聽錯啊，係完全免費啊！官網寫得好清楚㗎啦，當中包括機場來回接送啦、導遊費、旅行團入邊嘅所有餐飲同埋景點門票。就咁聽係咪已經好吸引呢？只要你符合以下嘅條件就可以參加啦。首先你一定要搭土耳其航空啦，而且仲要係國際轉機嘅航班，轉機時間最少要6至24小時以上。如果你係用香港特區護照入境土耳其，仲免簽添。嗱，click入嚟呢一度，你就可以睇到唔同旅行團嘅詳細資料。佢總共有7個 tour， 19條路線。你可以根據自己轉機嘅時間揾翻相對嘅旅行團，因為我要轉機20個鐘啊，所以我就揀咗個 full day tour 啦。呢個 tour 唔需要事前上網預約嘅，不過我驚冇位，就預先上網 book 定先啦。去到伊斯坦堡一出arrival hall， 其實已經有個指示牌指你去個 counter 度啦。過程係非常之容易揾，認住呢個紅色 counter， 去到出示你嘅 passport 同下一程嘅登機證，職員就會俾條頸繩同埋掛牌你。俾個小貼士你，眼見幾個 tour 都好受歡迎，早啲去 counter 就會穩陣啲啦。Local tour 嘅程序都係咁上下啦，集合完就坐旅遊巴直入市中心啦。最正係全程唔使自己煩交通啊嘛。第一站就整個土耳其傳統早餐你食先。本身對啲嘢食都冇乜期望嘅，始終都係免費啊嘛。點知間餐廳又好靚，好似好高級咁，真係估佢唔到。麵包、芝士、橄欖，仲配個土耳其紅茶，冇俾少你嘅。其實我期待咗呢個藍色清真寺好耐㗎啦，奈何入邊真係黐孖筋地多人咯。雖然入邊真係幾靚嘅，不過同網上嘅相都爭一段距離啊吓，又係一啲 tune 到好勁嘅照片啊。其實成個團都係帶你喺市中心度去睇下幾千年嘅歷史遺跡，但係遇着個導遊唔係咁風趣咯，搞到我有啲悶添。周圍影下隔離嘅小食檔，又影下啲人嘅生活，我覺得仲過癮啊！成個團我覺得最吸睛嘅就係 Ottoman Palace 啦。呢度係以前鄂圖曼帝國蘇丹住同埋做嘢嘅地方嚟㗎。由15世紀開始，總共差唔多用咗400年啊！成個皇宮其實好大，由幾個庭園組成，唔單止係皇宮，仲好似一個細嘅城市咁樣。最特別嘅就係由皇宮入邊可以望到成個海峽啦，一邊係歐洲，一邊係亞洲，景色其實都真係幾靚㗎。以前嘅蘇丹就係喺呢度管理成個帝國，而家就變成一個博物館，仲俾我哋可以近距離咁樣睇到佢哋嘅權力同埋生活添。又到咗食飯時間啦，入咗一間5星酒店，今次係食自助餐嘅，又出奇地好好味喎。不過我覺得食飯時間有啲趕咯，得45分鐘，好似鴨仔團咁。最後一站就係嚟到好出名嘅 Grand Bazaar 啦，呢個係世界上最古老同埋最大嘅室內市集，入邊係賣嚟賣去都係嗰啲地氈啊、香料啊、燈飾、手信，仲有好多都唔知係真定係假嘅名牌啊，好似迷宮咁，我哋迷路咗好多次啊！1個鐘之後喺頭先個 Gate 1嗰度等啦，我哋呢度太大啦，大到我哋已經轉咗幾個圈，應該係完全迷路。之後我哋而家揾唔翻個 Gate 1，要似大街喎。但係嗱，又有啲似喎。我哋而家咧係揸住個 Google Map 都唔知頭先嗰度喺邊度。我而家係亂行。之後我哋話咧，其實呢個 Plaza 咧應該係
係需要人迷路一次，之後咧就識得行。等你行晒啲唔會行嘅半路。冇錯，好緊張啊！而家迷路，如果我自己一個人行，我諗我死硬啊喺呢度。成個行程完咗之後，專車送翻你去機場，時間控制得非常之好，完全唔會影響到你下一程嘅航班。呢一個 tour 我唔可以話佢係好正，但係如果你本身只係轉機，又完全唔使錢，可以一日睇晒伊斯坦堡嘅精華，又唔使自己 plan，咁呢個體驗係值得嘅。但係都幫佢戴翻個頭盔啦，佢係有啲缺點嘅，就係行程係比較密啦，唔係每個景點都停留好耐。如果你係想深度遊嘅話，呢個 tour 就未必係你杯茶啦。